今日焦點：美加談判破裂，5成關稅殺到，西北地區大規模槍擊疑犯落網，罕見雷暴襲卑斯，溫哥華機場通宵大亂，多倫多斬大樹新例最高罰10萬。我係雪晴，即刻為大家分析。立即訂閱我哋，關注加拿大時事新聞。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雪晴加拿大粵語新聞。美加貿易談判再度破裂，全國球場噓聲四起。總理卡尼上週末宣布終止同美國嘅談判，並召回談判代表，指美方喺雙方原本已達成初步框架之後，最後一刻提出不合理要求。美國隨即對大批加拿大貨品開指50%關稅，涉及約280億加元出口，佔輸美產品約5%。加方承諾9月8號前以等額關稅1蚊對1蚊反制，獲全國各省省長普遍支持。週六溫哥華 BC Place 同蒙特利爾嘅球場，觀眾喺美國國歌奏起時齊聲喝倒彩。安省、卑斯省同魁省預計受影響最大，農業、紡織、電子、家私同塑膠製造業首當其衝。雪晴觀點：噓聲係情緒，關稅係現實，貿易多元化先係加拿大真正嘅出路。講完關稅，再睇一單美加通道內幕。聯邦簡報文件顯示，大使橋美籍業主 Matthew Moron 喺新嘅 Gordie Hall 國際大橋開通前3個半月，即4月7號，主動約見加拿大政府高層官員，包括住房、基建及社區部副部長等人。CBC 透過資訊公開法攞到嘅17頁文件顯示，會議議程同政府對會面嘅分析大部分被塗黑保密。大使橋係美加貿易命脈，2021年處理超過1400億加元貨物貿易，佔加拿大公路出口26%。美國政府估計造價64億加元嘅新橋會搶走大使橋接近一半車流。CBC 向大使橋方面查詢會面內容，截稿前未獲回覆。雪晴觀點：私人橋主同政府閉門傾偈，塗黑嘅嗰幾頁正正係公眾最想睇嘅部分。跟住轉去西岸天氣消息。卑斯省南岸上週末出現罕見雷暴，加拿大環境部初步錄得低陸平原超過1800次閃電，省山火局全省更錄得超過7000次落雷，當中約5000次喺卑斯內陸。BC Hydro 多處停電，星期日朝早低陸平原同陽光海岸仲有超過3800戶冇電。溫哥華國際機場由週六晚9點到週日凌晨3點大受影響，多班航機延誤或取消，數以百計乘客滯留機場過夜。有乘客投訴被安排返去登記櫃位換登機證之後唔可以再過安檢，被逼瞓喺硬地板，形容情況完全係噩夢。機場發言人已經致歉，並話已加派人手應對。雪晴觀點：一場雷暴就令國際機場癱瘓成晚，應變預案顯然追唔上極端天氣。另一單突發消息嚟自西北地區，西北地區 Fort Smith 週六發生騎警形容為大規模槍擊嘅事件，疑犯星期日凌晨4點半左右被捕，過程冇反抗，控罪有待進一步調查後落實。另外2名涉案人士週六已被扣留。事發喺 Fiery Festival 開幕活動接近尾聲時，一間酒吧外發生爭執，繼而開槍，3人受傷，全部已由醫療專機送離社區救治。全鎮一度封鎖，居民接獲就地避難令超過13個鐘。身兼酒吧東主嘅市長係目擊者之一，事發時仲協助傷者同疏散民眾。佢話疑犯落網令居民鬆一口氣。黃刀鎮同育空嘅警力都有調派到場支援。雪晴觀點：連北部細個社區都逃唔過槍械暴力，偏遠地區警力資源先係深層問題。安省一單懸案有新進展喎。
安省 Smith Falls 以北一幅16公頃嘅密林地皮，警方本月宣布發現第3名男子 Lawrence Bertram 嘅遺骸，佢失蹤接近4年。2星期前失蹤時間更長嘅 Robert Lambert 遺骸喺同一地點被尋回，再早9個月失蹤3年嘅 Robbie Thompson 遺骸亦喺該處發現。Thompson 一案已有3人被落案起訴，第4人被控協助犯案，但 Bertram 同 Lambert 嘅可疑死亡至今無人被捕，警方就有用線索懸紅5萬加元。安省省警強調，暫時未確認3宗死亡有關聯，並呼籲公眾體諒死者家屬，俾空間俾時間警方調查。說情觀點，同一幅地先後後到3具遺骸，話暫未證實有關，公眾好難唔打個問號。講完案件，睇下多倫多業主新例。多倫多樹木附例9月1號起收緊，目前直徑30厘米以上嘅私人樹木，斬樹或者喺附近施工都要攞許可證。新例增設特色樹木類別，直徑61厘米以上嘅大樹會有額外保障。市府職員有更大權力拒絕移除申請。無牌斬樹罰款由500至10萬加元不等，保種要求由劃一5棵改為按被斬樹木大小計算，每棵近600加元。新例仲授權職員量度樹頭尺寸，作為受保護樹木被非法移除嘅證據。市府目標係2050年前將全市樹冠覆蓋率提升至40%。說情觀點，大樹雖然喺私人地陰涼同淨化空氣嘅好處，卻屬於成個社區。健康方面有數據值得留意，新斯科舍省首次喺官方呼吸道疾病數據平台公開呼吸道合胞病毒即 RSV 嘅死亡數字，今季共錄得17宗死亡個案，全部係65歲以上人士。省府去年秋天開始為8個月以下嬰兒同75歲以上長者提供免疫接種。衛生官員話，追蹤住院、深切治療同死亡呢啲重症數據係為咗評估接種計劃嘅成效。今季即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，流感死亡72人，新冠70人，對比上一季嘅136人同123人少接近一半。官員認為整體呼吸道疾病季節較往年溫和，17宗 RSV 死亡，相信已算係較好嘅一年。說情觀點，肯公開死亡數字先至可以檢驗政策成效，呢種透明度值得其他省份跟。講完健康，轉去文化消息。溫哥華華裔創作歌手 Wanting Q 沉寂接近10年之後，推出新專輯《Love Letter》。佢2012年嘅專輯《Everything in the World》曾經喺中國同香港攞到白金銷量，其後2013年同2017年再推出2張專輯，之後就轉趨沉寂。呢10年間，佢母親喺中國因貪腐罪成被判監，官司至今仲有餘波。佢本人6年前確診乳癌，接受咗左邊乳房切除手術。佢話呢啲經歷令佢心胸更加廣闊，對支持同唔支持佢嘅人都有愛。其中一首新歌《One More Day》就係直面死亡之後寫低嘅作品。說情觀點，10年風浪冇打沉佢。用音樂消化苦難，呢份韌性比白金唱片更難得。體育方面有好消息，加拿大羽毛球好手萬錦21歲嘅 Victor Lai 喺新德里舉行嘅世界錦標賽男單項目，連續第2年攞到銅牌。7號種子嘅佢喺準決賽對法國嘅歐洲冠軍 Alex Lanier， 首局以21-16先拔頭籌，隨後2局以13-21同14-21落敗。賽制之下，兩位落敗嘅準決賽選手同樣獲得銅牌。今屆賽事佢喺16強擊敗新加坡前世界冠軍 Lokian Yu，8強再淘汰丹麥嘅 Rasmus Jamke。賴去年為加拿大攞到史上第1面羽毛球世錦賽獎牌，過去1年世界排名由第50位躍升至第7位。
雪晴觀點，由世界50位打上第7，加拿大羽毛球終於有實力同亞歐強隊叫板。最後記得今星期抬頭望天。8月27號晚至28號凌晨，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可以觀賞到月偏食，最深食分高達93%，接近全食。加東時間27號晚10點33分，月亮開始明顯進入地球本影。凌晨12點13分食審，月面幾乎完全變暗，成個過程去到凌晨1點52分結束。加拿大大部分地區可以睇到全程，加西地區月出嗰陣，月食已經開始進行中。同日食唔同，睇月食完全唔需要護眼裝備，而且過程長達幾個鐘，唔使爭分奪秒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呢場8月壓軸嘅天文表演。雪晴觀點，唔使裝備，唔使買飛，抬頭就有嘅天文奇觀，最緊要嗰晚天公造美。以上就係今日嘅雪晴加拿大粵語新聞，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